門前就係小巴，呢度皇冠花園。咁啊，去西鐵站入天水圍。一個小巴站，一個村巴站。係啦，仲有架村巴904R，非常之方便。皇冠花園頂樓連天台，四方形嘅廳，都開揚。門口呢度就係小巴總站，單邊。廚房呢度做咗3相電，天台做咗太陽能，一個月收5000蚊嗰個賣電嘅電費。咁呢度亦都行石油氣嘅熱水爐，行石油氣煮食可以行石油氣。咁啊3個房啦。呢個主人房方方正正，咁啊最特別通到出露台。好，行埋上睇個天台，呢度可以放下雜物啊。天台佢係單邊最開揚噶啦，呢個位，白色車呢個位就係小巴總站34A。咁沿途呢度咧就有架904R村巴嘅，咁嗰架就經洪水橋落元朗。綠色專線就係去天水圍西鐵，入天水圍裏邊循環線。嗱，咁掛標做緊太陽能噶啦，太陽能板就喺呢度上邊個頂。四方積24寶安屋苑，開揚露台就係向呢邊嘅，景觀非常之唔錯啊，單邊。